我覺得一班 XOL 從學藝走到去傳播係一件非常之有意義嘅事啊！冇錯啊！佢哋嘅創作唔單止係一條視頻，亦都係用自己嘅思想為粵劇舞台注入咗全新嘅視覺同埋活力，盛載住粵劇嘅未來啊！佢哋成為咗粵劇文化傳承不可或缺嘅 XOL。好高興咧，就能夠出席今日凌霄藝傳承之旅第2屆嘅吾乃 XOL 嘅頒獎典禮。經過多堂嘅課程培訓咧，以及咧佢哋用鏡頭捕捉粵劇嘅美感咧，咁啊年輕嘅角度重新去演繹粵劇呢一門嘅傳統藝術咧，令粵劇綻放光彩。我哋希望培訓宣傳大使，因為全部培育咧應該由細個做起嘅。當我哋接觸完之後，用個小朋友嘅眼光去話俾其他人聽，我哋眼中嘅粵劇係點樣嘅。咁所以就有個視頻比賽啦。呢個係從虎度門睇出舞台嘅角度。我覺得小孩嘅眼睛咧，係俾呢個外間嘅好少接觸粵劇嘅人咧，去了解一下。哦，原來粵劇係咁嘅噃。介紹咗一啲後台嘅道具同埋衫，然之後就講咗一個粵劇嘅冷知識。我都會繼續拍片同大家宣傳粵劇㗎。我條片係介紹粵劇服飾嘅，我會邀請我啲朋友一齊睇戲。我學咗打馬、邊水袖同埋認識裡面嘅各種頭飾啊、服裝咁樣。我會繼續拍片向大家繼續宣傳粵劇㗎。今次咧，曉瑩老師咧就好多謝你哋嘅參與，我都覺得大家咧好俾心機咁去了解。咁中間有啲小遊戲咧，大家都玩得好開心噃。我希望你哋咧可以記住裡面咧我哋教你嘅重點，除咗係粵劇啊嘅唱做練打之外咧，仲有就係呢個視頻嘅技巧咧都好終身受用嘅噃，尤其是喺呢個資訊年代。咁最後咧都希望你哋學習到我哋行業裡面嘅尊師重道、飲水思源，同埋我哋學習嘅時候要堅持啊！港式粵劇嘅珍貴咧，在於佢嘅靈活性、鮮明嘅個性，保留同埋傳統嘅經典流派，海納百川咁樣吸納多元文化表演元素，呈現真摯嘅情感魅力。我哋會繼續努力，讓港式粵劇喺呢一片華南土地上綻放得更加璀璨。吾乃 X